我講一講先，長度26寸，闊係46寸，長度26寸，闊係46寸啊！呢一個長度26，闊係46，呢一個 OK 嘛？長26，闊係46寸，好靚啊！呢一個三個顏色，佢呢個圖案係拖得好靚，灰色、白色，係綠色皮啡，係白色皮灰，灰色皮藍，三個顏色。係 How much before? 嚇。 How much before? 之前係賣緊219蚊，219蚊。嗱，咁以示公正啊嚇 ，Cammy 咧喺14分鐘之前咧已經係公開咗分享噶啦，係啦，分享咗噶啦，已經係14分鐘之前，14分鐘之前係啦，好。但係唔知點解佢冇顯示個頭像喎，但係我見到佢咧喺14分鐘之前咧係已經分享咗噶啦，呢一度啊15分鐘，有朋友仔話佢冇分享，冇嗰個分享嘅頭像，但係佢唔知點解咧佢15分鐘之前已經係分享咗，冇嗰個頭像，係啦，好，應該近排個 Facebook 係有啲古怪，因為好多朋友仔之前咧話分享咗冇咗分享嗰個分享頭像，嗱呢一個 size 啊，長度24寸，闊係46寸。之前賣緊219蚊，等一下之前賣緊219蚊，數量 ，OK，數量 OK。嗱呢一個好，我介紹一下佢先。謝謝。你搞咗㗎啦？我未搞啊，乜都未搞啊。係啊，乜都未搞啊。嚟呢一個前面位置燙印，前面位置燙印，側邊位置係做翻一個開叉腳，側邊位置係做翻一個開叉腳。咁佢呢一個位置係做咗一個捲邊嘅設計。捲邊嘅設計，手袖位置都係做翻一個捲邊嘅設計啊！捲邊嘅設計，嗱呢一個長度係26寸，闊係46寸，長度26寸，闊係46寸。跟住佢呢一個膊位呢一個位置，見到嘛？好靚嘅，做咗一個車線位、閘骨位，左個閘骨位，背面位置係做翻一個純色，背面位置係做翻一個純色。嗱呢一個長度27寸。sorry， 長度26寸，長度26寸，闊係46寸，長度26寸，闊係46寸啊！呢一個長26，闊46寸嚟咯。之前係賣緊219蚊 ，today summer sale，OK OK，OK 嚟啦嚇！今日直播即時落單，係啦，厚唔厚啊？呢一個就四季料。係啦，即係佢唔可以叫薄，好薄，係啦，好薄，正常棉，冇錯，正常嘅棉料，正常嘅棉料。嗱，今日秒晒價，你知唔知呢件咧爆單爆到黐線啊？係上次219係嘛？啱。嚟啦，今日聽清楚咯。 price change。今日179。即係169，179蚊，有買到3件，每件減10蚊。佢仲要比豬地還要薄㗎，其實。169。我買關鍵字記喎，關鍵字係 AM 6加1 AM 6加1 6 AM 灰 AM 白 AM 顏色加1 AM 顏色加，其實之前219蚊我覺得已經好抵。219爆單爆係 AM 顏色加1 AM 顏色加1 AM 啊嚇 AM 白 AM 灰 AM 綠係咪啊？係。係啦，今日179蚊，買到3件再減10蚊，即係169，169仲要499包郵，仲要未計你之前買購物金咩？賺到好平。真朋友嘅。仔又係今日先入嚟㗎，如果有嘅都係嗰句，每人有1次使用優惠碼嘅權利。哇！如果你仲未，即係如果你今日第一次睇直播，從來未使用過嗰個優惠碼嘅話咧，係你可以賺到好平。真係好平。可以用我哋嘅優惠碼嘅。AM 顏色加1 AM 顏色加1 AM 灰 AM 白 AM 綠 AM 灰 AM 白 AM 綠啊嚇！佢呢一個咧係好靚嘅，佢呢個燙印係印得好靚，用咗就冇得用啦。係印得好靚嘅佢呢個印花 ，O 唔 OK？係啦 ，AM 顏色加1牛仔褲 AK 係 T-shirt AM AM 6 AM 灰 AM 白。係 AM 綠 AM 灰 AM 白
AM6 AM 灰 AM 白， C， 關機 C， 關機之 AK。冇錯。好，有興趣嘅朋友仔就自己打啦，呢個 AM 顏色加一，裝到好平，真係好平。嗯，今日真係好平，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錯過。三個色 AM 白 AM 綠 AM 灰。AM 白 AM6 AM 灰啊，真係好平噶嘛，所以有興趣嘅朋友仔自己打啦，有興趣嘅朋友仔自己打啦。今日買到又平咗好幾十蚊啊！係，點搞啊？冇錯。好靚好不得了！買到3件每件減10，記住呢個優惠係限時㗎嚇，唔係1個禮拜後俾錢都可以。